大家有冇諗過學生留喺學校嘅時間有幾多？留喺屋企嘅時間又有幾多？學校不斷作出新嘅嘗試 ，AI 輔助教學、數字教育，用盡資源去提升學生嘅能力。但係屋企嘅資源，大家有冇諗過點樣有效運用？親子共學旅程係賽馬會50+共創豐盛計劃嘅得獎項目。呢個項目嘅創立係源於我同我嘅團隊喺教育局、學校、大學不同嘅工作崗位工作多年之後，累積咗課程發展、學校支援、教材發展、師資培訓等中小幼各方面嘅工作經驗。反思現況，認為家長唔應該係屋企裏邊嘅學科教師，而係應該成為學生嘅學習夥伴。今次嘅講座，我哋揀咗數學學習嘅例子，數學、藝術、創意課程作為切入點。呢個結合 STEM 教育同埋創新嘅項目，透過講座，我哋希望顯示到點樣配合教育局嘅家長教育框架，以學生學習為焦點，透過家長教育、親子共學活動，並且配合師資培訓、課程發展諮詢，希望能夠喺課堂內外去支援學生嘅學習，貫連家長教育同埋學校課程，希望達到家校同行，令到學生嘅學習喺家庭同埋學校之間連成一線。有興趣嘅同工，歡迎嚟到我哋嘅講座，同我哋一齊探討呢個話題。